暖暖十门溪，咱来故事串联地。咱台湾过去以农立国，捕蚕种植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农业的生产活动。咱的老祖先嘛留下不少有关种蚕的智慧甲经验。这部说入去，咱邀请婚姻的文史专家沈凤吉老师为大家来说分明。世界科技行进步，台湾文史学环科。民以食为天，无食空空颠。食饭是真要紧，无食就无元气，连徛咧都会颠徛袂在。俗语佫讲，会离开门户，袂离开肠道。咱会使离家，会使离开家门，袂使遥寄失德。一食二清，三徛家四清闲。佫安怎讲？食饭拢是咱生活上上界重要的代志。讲食饭真重要，安尼咱食饭是对倒位来的？食米饭拜餐头，是做事人跪餐头来的。二月寒死捕餐夫，3月热死乌水牛。有做餐人规年烫天，忍受霜冻日头晒，勤俭骨力。生产五谷，互咱有饭通食。以稻米生产来讲，一年补2开，一开寒，一开热。对犁田整理黄石，也切整下黄开始，就爱饮水、挽草、赶鸟啊，了后挑黄打黄来捕蚕。一句俗语讲，捕蚕面悠悠，挂钩连喙秋，是讲对蚕捕好开始烦恼，烦恼日头甲雨水，毋知会顺时无？仰望要天公保庇，稻会当大长顺时。爱买稻水，都爱骨力顺产水，都爱烧草烧2遍，佮夜肥夜3摆。黄捕落蚕，一叶一叶大，渐渐大毛到撒交。等到第7叶发出来，就开始大肚规。大肚规就会吐穗，佮浪花。浪花干那伫中昼5时，就是11点到1点的时辰。这个5时阴阳交汇，才会入章结籽。了后交头把穗熟黄，安尼经过7个过程，挂册才收成。册挂过手，才会当安心连喙秋。发第7叶大肚吐穗，佮经过7个过程，才挂册收成。这个7叶7个过程，是一个真正神秘的启示。说来，我来小解几句甲捕蚕挂钩有关的俗语话。夏至雷，挂钩穿脏水，捕蚕兼担水。夏至阳历的6月21开始有西北雨，就是有可能挂钩会落雨，拄着落雨就爱穿脏水。但是6月火烧埔，6月温度真悬，煞会欠水，无水通捕蚕，所以搁再一句讲，捕蚕落雨，较赢娶某大肚。娶某是真欢喜的代志，要若新娘入门，连伊有新大腹肚，搁较欢喜。捕蚕拄着落雨，都毋免欠水啊，所以即种欢喜比较娶某大肚的欢喜，也搁较欢喜。捕蚕捕无抓，
硬肉硬烧拖。即句俗语是咧笑替抱残含慢做工课对人袂着的人，啊，食饭硬肉吼是介硬上地拖，迄种贪心袂晓见效的人的即个做法。抱残抱甲厝死过，较赢担10岁。抱残的工钱较好空，啊，若有通小连续一直抱甲厝死的做开过，安尼抱足久的会当趁较久，啊，著较赢讲无工课，啊，死过去卖10岁，卖10岁趁少钱，即句俗语抱残抱甲厝死过，较赢担10岁，迄意思是咧讲，若有抱残工通好趁，是较有利的意思。3日无花分，毋通教囝倒头论。倒头论的意思是咧讲抱残倒退行的意思，倒头行意思是咧讲咱人省甲无钱好茶米煮饭，嘛毋通放囝行为偏差，囡仔爱教事，咱著爱教伊行正路将来才有光明的好前途。暖暖赞文溪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为了要唤起大家对三合院的记忆甲重视，咱特别伫今年的6月份举办三合院的记忆征文活动，感谢来自台湾各地真侪好朋友共同响应，踊跃投稿。今仔日要来分享的这篇作品，是来自高雄市左营区的吴素仪小姐所写的文章，由洪昭文朗读，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。三合院的记忆。几当前，条仔内的亲同，大家决定要参加都市计划，就甲旧厝的正身户人拢拆了了啊！看到这个降落来的砖仔角、叶起啊，互我足毋甘，心内煞有淡薄仔酸酸的感觉。我决定要捡一片叶转去，留落来做纪念。迄个埕有我真侪记忆，热人的时上惊挂丢啊，见若挂丢啊的时，阮着爱斗拍切啊，日头赤影影，爱甲切啊一股一股爬过来，佮冰过去，毋若爱忍受烧烘烘的烧气。上解互人挡袂牢的是爬切啊时的赤叶。袂输狗遐伫身躯咧钻同款，若是看到乌云来啊，走敢若飞咧，就爱赶紧摕布棚甲切仔盖起来，佮摕砖仔角贴好势，若无就无采工咧拍啊。迄时还细汉，定定想要叫阿母莫种稻啊。细汉的时，这个埕嘛是阮跳蚤啊、蜜小吹、走小掠的所在。近摆算甲拄行的时，就听到阿母咧话休：“阿伯啊，转来切车台啊！”这个埕嘛是阮阿爸做事的所在。阿爸是咧做脚踏车喷漆的工课，脚踏车的车台、后叉、涂坎，拢爱先浸过硫酸，才勾起来摆点点拍互干。
刷落来就是阮爱斗相共的时阵啊。学搭的物件用破布甲伊漆互清气，面顶袂使有涂刷粉啊。安尼脚厅啊要喷漆的时，才有法度喷甲光骨阁水。工课做煞了后，阿母会煮暗暝啊，摕椅料放踮地面，甲米被放伫椅料顶。大家摕椅头仔来坐咧食暗顿，哪食哪开讲。天色豆豆仔暗倒来，食饱就摕开线下风，用卫生来消透规工的疲劳。即马，这个记忆拢甲拆厝拆落来下起啊共款，脆糊糊啊。迄个我自出世到大汉的店，互我遮尼济深色佮趣味的记忆，现出时，敢若会当放伫心肝内，三不五时啊，心闷一下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顿吃白烟闪闪，五树山孤红的hen，金石脚月娘春遐顶。